大卖场好事多伫台湾有超过300万的会员。讲国泰世华银行甲好事多合作发行的联名卡，合约到昨到期，今仔日开始，台北富邦银行甲好事多的联名卡正式就落来使用。这个国泰世华银行伫8月这个月做一届减掉着300多万的卡户，嘛输得信用卡的排行榜大洗牌。 早起美国式卖场一个开门，真侪乡亲塞车，准备要去买物件，边仔也有信用卡业务举广告牌啊，希望讲消费者赶紧去办，因为8月份的信用卡市场大战已经开始啊。我手上这张国泰世华好事多联名卡，发行10年，拥有270万人持卡。8月7号正式分道扬镳，8号开始由台北富邦接手，掀起一波100万换卡潮。比较方便啊，我不要带2张卡，我是看人家换，我自己想说大概要要用啊，我就提早换。 百分比比较高一点，它其他的网购啊什么都比较高一点。它当然3月就已经发卡了，那已经可以有抵百分比了，所以说是有感觉就是了。昨国泰世华一摆减270万好事多的联名卡户到7月底，富邦好事多的联名卡嘛已经有150万人去办。8月12日，花旗银行会结束伫台湾的消费金融业务，276万的卡友后续会转换做盛典银行。过来，国泰世华所有联名卡嘛将伫8月15停用，加算成的8月份减330万的用户。最主要是规模经济，比如说他在跟其他厂商谈优惠的时候，他的卡数，他的卡友数大概有800万、1000万，他就很好去谈一些优惠下来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对他们的规模经济是有帮助的。再来就是他拿到这些名单之后，他可以做这个财务管理的销售，他就可以赚这个手续费啊，不论是保险啊、基金啊什么，他都可以赚钱。 依照金管会统计，到今年5月份为止，国泰世华信用卡流通量差不多是1027万张，排第1名。中国信托873万张排第2名，玉山银行700万张排第3名。专家表示讲，好事多联名卡有排他性，富邦银行有可能会冲到前3名，8月份过了后，伊的排名就有变化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